每一秒全球都有人咬落一啖熱辣辣嘅炸雞，每一秒17.4個巨無霸被賣出，每一分鐘足足3000張薄餅從達美樂嘅焗爐新鮮出爐。70年嚟，肯德基、麥當勞、達美樂呢3間速食巨頭穩穩咁統治住人類嘅日常味蕾，構築起一套覆蓋全球過百個國家自透城市每一條街道嘅超級飲食體系。但絕大多數人從來冇真正諗過一個問題：點解無論你身處北京、紐約、東京、倫敦、悉尼食到嘅同一款炸雞、同一個漢堡、同一張薄餅，味道、口感、份量、脆度幾乎分毫不差。屋企煮飯靠手感、靠經驗、靠火候、靠心情，千人千味。但喺速食巨頭嘅後廚，煮飯唔再係煙火手藝，而係精密製造。肯德基嘅成隻雞加工，由活體到真空封裝，全程冇人掂過。麥當勞嘅牛肉餅重量鎖定4舍5.4克，誤差嚴控喺0.1克以內，精度拍得住半導體工廠。達美樂由搓麵手鋪醬料、撒配料、烘烤到包裝，成套流程壓縮至10分鐘極限速度。佢哋將拋賣拆解成無數個可以量化、可以複製、可以標準化嘅工業節點，用感應器代替人眼，用演算法代替經驗，用機械代替雙手，用精密配方代替味覺天賦。今日超級後廚深度拆解3大速食巨頭嘅完整工業體系，帶你睇清楚人類文明最極致嘅飲食工業奇蹟一場，以秒為單位，以克為精度，以全球市場為戰場嘅冷酷速食工業戰爭。喺好多人嘅印象入面，肯德基係家喻戶曉嘅連鎖餐飲品牌，係街頭成日見到嘅速食門店，係一代人嘅童年味覺記憶。但撇開門店嘅煙火氣，真實嘅肯德基係一間掌控全球禽肉供應鏈、擁有頂級食品加工技術、坐擁絕密配方體系嘅超級食品工業集團。先睇一組震撼嘅硬核商業數據。2023年，肯德基美國本土營濕收高達51.6億美元，全美佈局近3800間標準化門店，而中國作為佢全球最大海外市場，門店數量突破倫敦1000間，密集覆蓋一線、新一線、2、3線城市，幾乎做到街角全覆蓋。更金福認知嘅係日本市場，肯德基炸雞早已超越普通速食屬性，成為當地國民級聖誕節慶主角。每年12月初數，8萬日本家庭提前預訂炸雞桶，將肯德基奉為聖誕大餐嘅靈魂菜式。呢個係任何速食品牌都複製唔到嘅地域奇蹟。但如今體量攀大，統治全球味蕾嘅肯德基，起源卻個數到近乎簡陋。1930年，美國肯塔基州柯爾坎小鎮，一間普通加油站附設嘅簡易小食堂，就係成個商業帝國嘅起點。創辦人哈蘭山德士，即係我哋熟悉嘅白屈子上校，喺呢間細細嘅食堂入面，展開咗長達9年嘅炸雞工偽攻堅戰。喺嗰個年代，美式炸雞全部採用傳統開放式油炸，口感乾柴、油肺厚重、火候難掌控成品，極唔穩定。山德士花咗9年時間，反覆調校、油溫時長、果粉比例、炸製方式，終於喺1939年研發 COAC 時代嘅壓力炸雞技術，徹底改寫咗炸雞行業嘅底層邏輯，密封高壓炸製嘅全新工藝，解決咗傳統油炸吸油多、肉質乾柴、外皮發硬嘅痛點，造就咗肯德基獨有嘅外脆內嫩、多汁飽滿嘅標誌性口感。經過13年打磨優化，1952年第一間肯德基加盟店正式掛牌營業。由呢一刻開始，一粒炸雞正式開啟改變全球飲食格局嘅傳奇歷程。支撐肯德基上億份炸雞穩定輸出嘅係一套高度弧斷、極度成熟嘅全球禽肉供應鏈。雖然肯德基從未公開官方供應商名單，但路透社、福布斯、華爾街日報多年深度調查證實，美國本土市場3大核心供應商泰森食品、皮爾格林之交普道農場合共掌控全美過半禽肉產，為肯德基提供源源不絕嘅標準化白羽雞原料。普通數起蟹食到嘅係一塊炸雞，而喺工業體系入面，佢係一套全自動化、零人工干預、毫秒級質控嘅精密加工流程。養殖出欄嘅標準化白羽雞送入加工廠後，即刻進入永不停止嘅智能輸送流水線。第一道工序係無痛電擊麻醉，呢個係食品工業嘅硬性標準，亦係口感嘅關鍵保障。家禽產生劇烈應激反應嗰陣，肌肉穹圍會收縮變硬，最終肉質乾柴變老。電擊麻醉可以最大程度避開應激反應，鎖住雞肉嘅鮮嫩口感。麻醉完成之後，自動爽化精密。刀刃精切斷頸部血管，幾秒內完成放血，
全程乾淨利落，冇多餘損耗。之後進入酵母工序，60至6雪馬度，濃溫熱水精準浸泡，軟化表層羽毛根部，再經高速旋轉嘅柔性橡膠滾輪，模擬搓油動作，完整搣走全身羽毛，唔傷雞皮，唔破壞肉質紋理。甩毛完成之後，每一隻雞都會進入 AI 光學質檢工位高清光學感應器、全方位掃描機身、電腦智能識別傷口、淤血感染、殘留羽毛等細微瑕疵。任何唔達標嘅產品都會被系統自動剔除，絕對唔會流入下一工序。質檢合格嘅肉雞由智能機械臂完成外科級精準開膛取內臟工序，心臟、肝臟等可食用，內臟精準分類歸集，其餘邊角料同廢料統一回收，轉化為飼料同工業原料，做到資源100%利用，清理乾淨嘅全雞。經過高壓水柱沖洗、食品級消毒液殺菌、2次純水清洗，完成全方位潔淨處理。最後透過智能尺寸同重量雙檢測系統工業刀具，按照統一標準精準分割為雞皮、雞翼、雞胸、雞塊，大細、重量、形態、高度統一，由活雞上線到無菌真空封裝，成套流程只需幾分鐘，全程幾乎零人手接觸，最大程度杜絕污染，保證品質穩定。但真正令肯德基屹立百年，冇辦法被複製嘅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流水線，而係嗰套堪比軍工機密嘅11種香料絕密配方。肯德基嘅配方保密邏輯，堪稱商業保密嘅天花板。唔同於普通企業申請專利公開配方嘅做法，肯德基永久放棄專利申請，以係新專利保護為代價，永久鎖住配方秘密。佢嘅核心保密機制堪稱教科書級別，將11種核心香料拆開兩組，分別交由2間完全冇關聯嘅獨立工廠單獨生產、單獨封裝，最後統一運送去第3間專屬工廠完成混合調配。3間工廠各司其職，互不相通，冇任何一間機構、任何一個員工掌握完整配方，保密等級拍得住可口可樂、原液同頂級軍工配方。2016年一場意外差啲揭開百年機密。山德士上校嘅侄仔喬雷丁頓偶然發現咗上校生前手寫嘅原始炸雞食譜，佢嚴格跟住食譜複製製作，成品同而家肯德基炸雞嘅口感、風味相似度高達飽說5路幾層。呢份原始食譜同食品科研機構嘅拆解分析，業內推測11種香料好大機會包含羅勒、芹菜粉、食用鹽、辣椒粉、生奧粉、黑胡椒、谷氨酸度等核心原料，但精準配比、加工工藝同融合方式，至今仍然係一個未解之謎咗。配方之外，肯德基專屬嘅果粉工藝同高壓油炸體係風味定型嘅最後關鍵。每一塊分割好嘅雞肉，首先浸泡鹽水滑落乳基底，軟化肉質統圍，鎖住內部肉汁，同時讓基礎風味降入肌理。之後包裹混合11種香料嘅專用麵粉，而且必須跟隨固定標準，人工按壓反轉不少於7次。呢套看似簡單嘅動作，係百年工藝沉澱出嘅精髓，可以令麵粉牢牢黐實雞肉表層，形成致密嘅附着層。油炸過程絕唔甩皮、唔起泡、唔空心。最後嘅高壓油炸工序鐵底拉開。肯德基同普通炸雞嘅距離唔同於開放式常壓油炸，肯德基採用密封高壓炸爐，同定185度，油溫7至10分鐘精準計時。高壓密封環境下，油脂好難沾入雞肉內部，既避開咗重油嘅油污感，又可以借助高壓穿透肉質肌理，令香料風味鐵底彈透，做到外皮極致鬆脆，內裏肉汁豐盈，肉質軟嫩彈牙嘅絕佳口感。對比競爭對手派斯開放式明火油炸工藝，就可以清楚睇到兩套工業體系嘅取捨。派斯開放式炸製外皮層次感更強，鬆脆度更高，但肉質容易流失，水分變乾。肯德基高壓油炸優先鎖水保暖，風味均勻穩定，提升咗部分極致脆度，換取全球統一嘅標準化口感。呢個就係肯德基嘅工業邏輯，唔追求極致精辣，只追求絕對穩定，令全球幾十億人每一次食用都係一模一樣嘅味覺體驗。如果話肯德基嘅核心壁馬係香料配方同工藝玄學，咁麥當勞嘅核心壁度就係極致量化、極致精準、零誤差嘅工業標準化。如果唔睇食物本身，麥當勞嘅生產流程、質控標準、精度要求，完全拍得住精密製造、半導體加工、航太零件生產嘅工業等級。一組震撼嘅年度數據足以印證佢嘅實力。麥當勞全球年銷量突破5.5億個巨無霸，平均每秒賣出17.4個。呢款經典漢堡早已超越食品本身，
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嘅標杆。經濟學人獨創巨無霸指數，以巨無霸嘅全球售價為參考，衡量各國貨幣購買力同匯率水準。一款漢堡成為全球經濟學嘅通用標尺，呢個係所有餐飲產品都無法企及嘅高度。支撐呢份全球統一嘅極致穩定，係由牧場加工廠到門店嘅全鏈條精密管控。麥當勞公開承諾，所有牛肉餅採用100%純牛肉，零防腐劑、零人工添加劑、零合成填料。核心供應商為歐時集團、基石食品、嘉吉三大全球食品巨頭。供應鏈體系成熟，質控體系嚴苛。喺超級加工廠入面，成塊新鮮牛肉經過多輪質切殺菌氯選，剔除筋膜、淤血雜質之後，送入工業級精密撳肉設備，撳成粗細均勻、肉質紋理一致嘅純牛肉泥。杜絕肥瘦不均、口感參差嘅問題，而巨無霸最變態、最核心嘅工業標準自此登場。每一塊牛肉餅淨重嚴格鎖定45.4克誤差，唔可以超過0.1克。0.1克嘅誤差精度早已超越普通食品加工嘅容錯範圍，無限貼近半導體晶片、精密五金零件嘅製造標準。壓製好嘅牛肉餅會經過重量感應器、厚度感應器、平整度感應器3重智能檢測。厚度唔均、重量偏差、形態變形嘅產品會被系統自動剔除，絕對唔會流入下一工序。成型合格嘅牛肉餅即刻進入液氮極速冷凍工序，零下18度超低溫瞬間鎖鮮，凍結牛肉內部水分，鎖住肉質鮮香，唔需要任何防腐劑就可以做到長期儲存，風味不變。由呢一刻開始，牛肉餅唔再係傳統食材，而係標準化可複製、零差異嘅食品工業精密零件。相比牛肉餅嘅極致精準，巨無霸嘅靈魂載體專利3層麵包坯，更加係暗藏食品工程、材料力學、烘焙科學嘅多重技術壁。巨無霸專屬嘅3段式麵包，結果係麥當勞獨家專利設計，中間嗰層麵包絕對唔係嘅多餘。一方面分擔上下2層肉餅嘅重量壓力，避免麵包被壓扁壓實糊口；另一方面，實現醬料分層鋪設，令甜味鹹香、酸香層層搭加，味覺層次更加立體豐富。全球統一嘅麵包坯由阿里斯塔食品、清晨麵包房、東部巴爾麵包房3大巨頭專供。全自動麵包生產線全程冇人掂過，工業攪拌機精準配比麵粉、水酵母、糖分、油脂，恒溫喉濕發酵，智能設備等量分割麵手，切割出大細重量勻性完全一致嘅麵坯。最具儀式感嘅標準化細節就藏喺芝麻撒布嘅環節，全自動智能撒粉設備精準控量控位，每一塊麵包坯嘅芝麻數量、分布密度、附住位置、高度統一。冇一塊麵包多芝麻、少芝麻、漏芝麻之後，麵坯送入220度恒溫工業焗爐，精準控時烘烤，出爐後經過30分鐘限溫冷卻定型，完成最後嘅人工加智能雙重質檢。只有色澤金黃、蓬鬆度達標、勻性合格、冇破損冇掉渣嘅麵包，先可以打包發去全球門店。麵包負責口感支撐，醬料負責風味靈魂。50年嚟，巨無霸專屬醬料配方始終絕密，由卡夫亨氏獨家定製生產，核心基底係精製蛋黃醬，搭配芥末醬、洋葱粉、大蒜粉、辣椒粉、植物油，再加入超細粉碎嘅酸青瓜碎，經過高功率工業乳化設備，高速乳化均質假拌，形成絲滑細稠度均爛嘅專屬醬體。每一批醬料都會經過黏度檢測、色澤檢測、風味光譜檢測、酸度檢測。確符號全球所有門店嘅巨無霸醬，酸甜度、鹹度、香氣、稠度完全一致，冇地域差異，冇批次差異。無數人瘋狂迷戀嘅薯條讚巨無霸醬嘅隱藏食法，之所以百搭到封神，正源於呢份50年不變嘅精準風味配比。當所有食材全部就位，門店組裝環節就展開極致嘅速度同精度雙重考驗。標準化冷凍牛肉餅放上雙面冷溫烤盤，218度上下同步加熱，只需12秒就可以完全煎熟，鎖住全部肉汁，保證肉餅鮮嫩腍柴，熟到均同步進行麵。包坯烘烤17秒，精準加熱，既要烘出蓬鬆勻性，又唔可以過度烘烤變硬變乾。火候拿捏精準到秒，標準化組裝流程，堪稱工業流水線複製。底層麵包就位，定量設備精準噴射固定劑量嘅巨無霸醬，均爛鋪散，洋葱碎生菜。鋪上軟化美式芝士，搭上第一塊熱辣辣嘅牛肉嘅餅，放埋中層麵包，重複噴醬，鋪料搭餅流程，最後封頂頂層麵包，
成套複雜嘅雙層巨無霸組裝必須喺30秒內完成，由客人落單到成品出餐，全程唔超過90秒。睇透成套流程就會明白，麥當勞從來唔只係賣漢堡嘅餐飲企業，佢係一間以漢堡為載體嘅全球頂級物流同標準化製造企業。佢賣嘅唔係食物本身，而係極致嘅穩定、極致嘅效率、極致嘅確定性，係無論你身處何方都可以精準複製嘅熟悉味覺。如果肯德基贏在配方壁布，麥當勞贏在精度壁布，咁達美樂嘅絕對核心壁務就係碾壓行業嘅極致速度同極致標準化。相比前兩大巨頭嘅悠久歷史，達美樂嘅出身最草根，但憑住一套簡單到極致嘅商業邏輯，逆襲成為全球最大薄餅連鎖帝國。1966年，美國人湯姆莫納漢用僅900蚊美金喺密歇根州開咗一間細細嘅薄餅鋪，冇獨家秘製配方，冇稀有食材，冇差異化口味，佢淨係捉住咗一個所有同行都忽略嘅痛點：外賣速度。憑住快呢一個核心優勢，細鋪逐步擴張，最終成長為覆蓋90幾個國家，擁有超過210間門店嘅全球薄餅巨頭。而經典意式辣肉腸薄餅就係佢統治市場嘅王牌產品。一張看似普通嘅辣肉腸薄餅，背後係麵粉、番茄、肉腸、芝士4大核心原料嘅全球頂級工業供應鏈，每一環都做到極致標準化。薄餅餅底嘅核心原料麵粉，由北美兩大麵粉巨頭 Ardent Mills 同通用磨坊專屬供應。小麥品種研磨精度、蛋白質限量、筋度全部統一工廠內部工業級設備，精準配比麵粉、純淨水酵母、食鹽橄欖油，濃溫度環境低縮攪拌，充分揉麵，令麵受肌理均勻戰性統一。發酵過程嚴格管控溫度、濕度、時長，杜絕發酵過度、發酵不足導致嘅口感差異。發酵完成嘅麵手由智能設備等量分隔，切割出重量大細完全一致嘅麵劑子，液壓設備精準壓製成標準餅底形態，急速冷凍鎖鮮，統一封裝配送至全球門店，從根源杜絕手工搓麵帶嚟嘅厚薄不均、口感參差問題。薄餅嘅風味基底番茄醬更加有近乎嚴苛嘅工業生產標準。達美樂全球番茄原料統一採購自美國加州，加州獨特嘅光照、溫差、土壤條件，孕育出酸甜平衡、果肉飽滿、汁水充足嘅專屬番茄品種。品牌硬性規：真情新鮮採摘嘅番茄必須6小時內送入加工廠，杜絕運輸時間過長導致嘅風味流失同食材變質。番茄進入流水線後，全程自動化處理，高壓水煮，全方位清洗恒溫熱水浴軟化果皮，自靈公皮切製備無損去皮，工業粉碎機低速打磨成細開果梨，隨後精準配比食鹽、黑胡椒、大蒜、洋葱、橄欖油搭配羅勒、牛至等經典意式香料，恆溫慢火收汁，精準控制酸甜比例、濃稠度同香氣濃度，完成標準化秘製番茄醬製作。真空封裝後發往全球，賦予薄餅靈魂香氣嘅意式辣肉腸係達美樂風味嘅核心亮點，由史密斯、菲爾德食品、何美爾食品兩大肉類巨頭專屬供應。新鮮豬肉、牛肉精準配比分別處理，低溫二維成細肉糜，搭配硝酸露、辣椒粉、黑胡椒、大蒜粉等味製調料，攻入切製備高速攪拌融合，令香料分子貼底漸透肉糜之利，混合均限嘅肉糜。透過高壓設備灌入天然膠原蛋白腸衣，成形為粗幼長度完全統一嘅肉腸，閒掛進入恆溫鹹濕熟成室，經過24至48小時低溫熟成，慢慢沉澱出獨特嘅煙、岑香、鹹香同微辣層。次熟成完成嘅肉腸由智能切片設備切成薄如狗翼嘅均爛圓片，圖像感應器逐片質檢，剔除厚薄唔均、形態殘缺、色作異常嘅次品。最終按照固定份量封裝，確號好每一張薄餅嘅肉腸數量、重量分佈完全標準化。而薄餅標誌性嘅拉絲口感，源自全球最大馬蘇里拉芝士生產商 Lactalis Foods 嘅專屬供應。100%純牛乳經過巴士德消毒、乳酸菌發酵、凝乳切割、濃溫拉伸塑形定型，形成彈性極佳、拉絲漫長、奶香濃郁嘅標準化馬蘇里拉芝士。每一批次嘅口感、奶香融化度、拉絲效果高度統一，頂級標準化食材就位之後，門店員工上演極致嘅速度同精準雙重藝術。熟練嘅達美樂店員可以喺2分鐘內完成全部備料工序，拎出淡溫醒發嘅麵手，手工旋轉拉伸成形，保留邊緣微厚嘅酥脆餅邊。
防止醬汁流出，專用壓麵機械準餅底厚度，誤差控制喺毫米級。鋪醬灑料，煲芝士擺肉腸，全部依靠數千次訓練形成嘅肌肉記憶，唔用量，巨卻精準，無誤手腕難速旋轉。螺旋鋪醬，均爛覆蓋，手掌輕掃，芝士鋪撒厚薄一致，冇空白。好堆積，辣肉腸擺放嚴格，跟隨標準。細餅6塊，中餅12塊，大餅24塊，排布均勻唔重搭，冇空隙。組裝完成嘅薄餅送入260度串溫循環焗爐，熱風全方位包裹烘烤6至10分鐘，精準出爐。餅底外脆內軟，芝士完全融化，拉絲辣肉，腸邊緣微津出油，風味達到無風。出爐後，店員兩刀十字切割，分出均啱線形切件，1秒封盒打包，由搓麵成型到打包完成，全程只需10分鐘。呢個亦係達美樂敢承諾30分鐘送到超時免費嘅底氣所在。宏觀3大巨頭嘅整套工業體系，唔難發現，肯德基、麥當勞、達美樂表面上賣緊炸雞漢堡、薄餅3種完全唔同嘅食物，但其底層商業邏輯、工業邏輯高度統一，鐵底肯服傳統拋錨嘅經驗主義，將煙火氣鐵底工業化、標準化、量化流程化。肯德基用11種絕密香料配方，加高壓油炸工藝，鎖定全球統一嘅炸雞風味。麥當勞用0.1克級嘅精密質控，標準化醬料秒級拋錨流程，實現漢堡嘅全球無差別複製。達美樂用極致供應鏈管控同10分鐘極速流程，重新定義速食效率上限。機械代替咗廚師嘅雙手，感應器代替咗廚師嘅眼睛精密，配方代替咗廚師嘅味覺，大數據流程代替咗廚師嘅經驗。烹賣唔再係因人而異嘅手藝，而係一套可以無限複製、零誤差、高效率嘅工業生產流程。呢套超級工業體系造就咗人類飲食文明前所未有嘅光明與便利。佢實現咗全球味覺平等，無論你身處繁華都市定係偏遠小，無論你喺亞洲、歐洲定係美洲，都可以食到味道、口感、品質完全一致嘅速食。呢種跨越地域、跨越時差、跨越文化嘅味覺確定性，帶俾無數漂泊在外嘅人一份熟悉嘅安全感同歸屬感。佢徹底壓低咗人類嘅飽腹成本。喺速食工業誕生之前，高熱量、高蛋白、口感穩定嘅熟食係普通人難以長期負擔嘅消費品。而家一份炸雞、一個漢堡、一張薄餅，只需要普通人半個鐘甚至10幾分鐘嘅人工就可以買到。充足、便捷、廉價嘅食物供應係現代工業帶俾普通人嘅最大福利。但硬幣永遠有兩面，極致工業化嘅背後係人類味覺體系、飲食認知生態環境需要付出嘅隱形代價。我哋正在慢慢失去食物嘅不確定性之美。屋企煮飯嘅魅力在於每一次製作都有細微差別，火候嘅大細、手勢嘅輕重、食材嘅新鮮度、整嘢嘅心機，造就咗獨一無二嘅煙火風味。媽媽煮嘅餸、街邊老店嘅味道，永遠冇辦法被複製。而長期食標準化速食嘅我哋，味覺正在被統一廚化，變得單一麻木，逐漸喪失對食物細微風味、層次差異嘅感知能力。由細食住試食5.4克精準牛肉餅、標準化炸雞定量薄餅大嘅一代人，好難再體會到手作食物參差百態、獨一無二嘅浪漫。食物唔再係承載溫度同心意嘅載體，變咗純粹補充能量、滿足口腹之道嘅標準化工業品。更加隱蔽、更加攀大嘅代價，係地球生態嘅巨大消耗。三大速食巨頭每年消耗數10億隻肉雞、數百萬頭牛、數千萬顆小麥、番茄、薯仔，供應鏈橫跨全球各大洲，養殖、種植、加工、運輸、冷鏈全6成，造就咗體量驚人嘅碳足跡。我哋一啖食落肚嘅速食，背後係一整套攀大嘅資源消耗體系，係現代高效工業背後無法迴避嘅環境成本。呢個就係現代速食工業嘅終極雙面性，佢係人類社會組織能力、工業製造能力、供應鏈管控能力嘅頂級奇蹟，用極致嘅效率、極致嘅穩定、極致嘅普及，解決咗億萬人口嘅飲食剛需。但佢亦悄悄消解咗飲食嘅煙火溫度、手工魅力同味覺多元性，令美食由生活嘅浪漫變成冰冷嘅工業品。下次當你撕開包裝，咬落一啖炸雞、一啖巨無霸、一塊薄餅嘅時候，希望你可以讀懂呢份食物背後嘅真相。你食到嘅唔止係碳水化合物、肉類同風味，更加係人類百年經驗迭代、技術攻堅、流程優化嘅文明成果，係一套覆蓋全球精密運轉、永不停歇嘅超級飲食工業體。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一世只能揀一種速食相伴，你會揀肯德基嘅炸雞、麥當勞嘅巨無霸，定係達美樂嘅薄餅？你係忠實嘅炸雞黨、漢堡黨定係薄餅黨？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答案，歡迎點讚訂閱。下期帶你解鎖更多藏喺日常餐桌背後嘅頂級工業密碼。